請你介紹下自己啊。我叫 Rosita Yuliatin， 我今年48歲，我結咗婚，我有日過來25歲啊。我以前做嘢喺香港2年，我唔識煮肉，但係我識煮肉。我識整潔屋企，我識中國餸，我識照顧小朋友，照顧 BB， 同照顧老人家。我想喺香港做嘢，因為我想揾多啲錢，揾多啲錢俾我自己啊。好，你以前喺香港做嘢2年係咪啊？係啊。喺邊度做嘢啊？紅磡啊。紅磡照顧乜嘢㗎？照顧婆婆啊。婆婆幾多歲照顧佢啊？10歲。佢健唔健康啊？健康。健康識行嘅係咪？係啊。咁老闆屋企有幾多個人啊？5個人。5個人。哦，即係婆婆，仲有咧？有公公，有太太，有先生，有小朋友。哦，都有小朋友嘅，不過你主要照顧婆婆。係啊。咁你使唔使買餸煮飯啊？使，我識啊。係咪你去買㗎？要。係咪你買餸啊？買餸係幾時啊？係嘅，你自己去買嘅。好，你識煮咩餸啊？煮菜，煮生果，煮魚，煮雞翼。煮米。如果而家你嚟香港做嘢，你想照顧乜嘢啊？照顧婆婆。都係照顧婆婆，中意照顧婆婆多啲嘅。如果放假冇得放星期日得唔得啊？得啊。你驚唔驚狗啊？唔驚。唔驚狗嘅。咁你再練習好啲廣東話，知唔知道啊？因為返咗嚟幾年，可能冇咁熟，係咪？係。好，唔該晒。多謝，太太。